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一项新报告，显示这全世界各国核武器的状况，核弹头的数量增加上界多是中国，因是去年就增加60粒，总数量已经达到410粒。这所长甚至阁表示，中国增加核弹头的数量是愈来愈紧。恐惊到2030年的时阵，也就是7年后，中国就会有超过1000粒的核弹头。也若是核武器的两大国美国甲罗西亚，这数量颠倒变化无介大。根据统计，去年全世界核弹头大约是增加86粒，不过中国就已经有60粒啊，增加要7成。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0日的推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2022年一月到2023年一月1年内，大量增加17%以上。虽然比美国和罗西亚总数9000几粒的核弹头比例也小，不过增加的幅度却引起国家的关注。China in particular, we registe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uclear warheads over the past year, up from 350 warheads to 410. 这几个少数的核武大国发射核弹头的平台，合作核武铁三角，包括陆地发射的洲际弹头飞弹 ICBM， 甲江南发射的 SLBM， 还有安装伫大型轰炸机的核弹头远程巡游飞弹。因为中国伫空中甲水下这两个平台和美罗差真多，所以2021年卫星翕到中国伫西北地区起造上少250座 ICBM 地下发射器，相关的国家拢真关心。It looks as if China may add more nuclear warheads at about the same pace that it is now, or a little bit more, for the coming years. There has been satellite evidence of quite a considerable program of building of missile silos. So I would estimate approximately that it might have 1,000 nuclear warheads by some point in the early 2030s. 虽然美罗双方先后退出核武裁减条约，像是俄乌战争后现阶段无可能有任何谈判，不过习率保持乐观，认为美罗甚至中国有可能透过幕后管道继续对话。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美国总统拜登的身体状况真受关注，这阵伊是因为胸喙齿痛要去治疗，然后见北约秘书长的行程。也若是2024年上届有可能甲拜登争大位的 Trump， 是因为徛起有藏白宫的机密文件，去互起诉37项罪名。这阵伊人是已经到佛州准备出庭。80岁拜登总统礼拜喙齿痛，医疗团队随时替伊检查，进行气管治疗。无想到第二天搁较痛，医生使用局部的麻醉药。拜登只好取消东港和北约秘书长斯滕伯格会面的行程，其他公开的活动嘛由副总统贺锦丽代表。The procedure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sident is doing just fine, and he'll be certainly working in the residence this afternoon. 白宫发言人随后证实，拜登做气管治疗了，恢复真紧，因为敢若局部麻醉，无需要引用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将总统权暂时交予副总统贺锦丽。拜登预定伫美国时间拜日，和北约秘书长见面，讨论斯滕伯格的任期和接手的人选。上时阵，共和党上有人气的总统参选人 Trump 拜提早坐私人飞行机去佛州的迈阿密，准备第二天要出庭。Trump 伫海鸥庄园，向车主私藏国家机密文件，检方来起诉37项罪名，其中7项相关的刑期拢总75档。Trump 出发进前，伫家己的网站讲，希望全国民众来看激进左派是安怎对待美国的。为了防止 Trump 大案迄天出现暴动，佛州警方已经安排大批人马伫等待。I think it's safe to say we're working with partners, our law enforcement partners at all levels, to make sure that we're communicating,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epared, to make sure we're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ultimately to ensure that tomorrow goes off without any hitch. Trump 虽然小连续被起诉，不过民调显示有超过80%的共和党人认为 Trump 被起诉有政治动机。43%的受访者讲支持 Trump 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超过佛州州长德桑蒂斯22%，不过嘛有一寡共和党议员批评 Trump 的铁票虽然稳搁在，不过无法度吸收基本盘以外的选民。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要提升女性伫咧工课场的地位，目标是就市的企业2025年至少有一个女董事，2035年女董事的比例达到30%。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驻南韩的大使邢海明的言论引起争议。南韩的总统府批评邢海明损害两国的利益。英国《Times》报道，意大利的前总理贝鲁斯科尼捌做过3任的总理，不过却是有真侪摆大提升。迄阵伊白血病过身，才到86岁。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民能公司按说要收购游戏开发商东视报社，不过美国联邦贸易委员向法院申请禁令，要先调查这个收购案敢有市场规划旁的状况。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马里兰州一间人家厝举行毕业派对，不过却是发生枪杀案，有3个人死亡。这初步调查，怀疑竟然是因为停车纠纷引起杀人的动机。霸凌伫咧全世界的学校拢有咧发生，亲像法国今年就有2个学生因为去防霸凌来行底路。即阵法国教育部是向下令，大专院校爱伫咧即礼拜上1点钟的反霸凌课程。不过教师工会是咪讲遐尼凶讲，根本就袂赴规划课程，这效果免奈何。法国伫今年1月和5月的时阵，有一个13岁的查甫学生和一个女学生，因为伫学校被欺负，和伫网络顶悬被骚扰去自杀，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受到各界压力的法国教育部长恩迪亚耶，礼拜忽然间下令，爱大专院校即礼拜爱办1点钟的反欺负演习，帮助学生了解讲使用社群媒体应该要有个人的责任。所到来中学嘛爱照办，但是引起法国全国中等教师工会的不满，批评讲教育部长这个决策伤赶伤老扯，无互因时间准备，而且想到就要做，效果嘛袂好。En dehors du fait qu'il n'a jamais répondu à la question des moyens. Or, on a besoin, pour prévenir le harcèlement, pour lutter contre le harcèlement, on a besoin de moyens supplémentaires, on a besoin d'adultes, tout simplement, on a besoin de surveillants, de CPE, de psychologu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là-dessus, il a quand même soigneusement évité la question. 另外，恩迪亚纳嘛要求全国7000间大专院校拢总340万学生的校长，若个面对学校有欺负的事件的时阵，要组成专案小组辅导需要帮助的学生。今年5月自杀的这个13岁查某囡仔林赛，伊有到维严书说明过程，一开始是伫学校和同学黑白乱骂，所落来伫网络顶嘛一直骚扰，而且有9个月遮尔久，互伊真痛苦，成绩嘛变歹啊，伊真侪摆求帮助拢无效。Au niveau du dialogue, on n'a pas senti vraiment affecté par la situation de notre fille. Maintenant, on attend. Au niveau des actes, on a invité M. le ministre à participer à la marche blanche. On espère qu'il viendra ou qu'il sera présent. Mais pour nous, ce n'est pas suffisant par rapport au contenu du dialogue. 根据上新的调查，法国有10%的学生伫学校被欺负，8岁到18岁少年人内面有2成是网络骚扰的受害者，而且其中有51%是平均年岁才13岁查某囡仔。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查某囡仔满14岁就当结婚，这是平均10个查囡仔就有3个，也未18岁就已经结婚啊。真侪囡仔有家庭了后，就失去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讲，这人权团体就呼吁爱废除这款风俗。不过保守派是认为讲，安尼是咧迫害传统。带学生囡仔做伙唱歌学习，伊是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性别平等运动人士古米，也是伫当地正积极伫推动废除同婚制度的人。It's important to stop parents from allowing their girls to be married off at a young age, but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push the government to issue a law which bans underage marriage. 坦桑尼亚的法律规定，男性爱满18岁才会使结婚，啊，毋过温存刚14岁查某囡仔，若是有爸母也是法院的同意会使嫁。查某囡仔若是伤早走入婚姻，较会因为家庭也是有新的因素休学，失去受教权。古米2016年提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废除同婚相关法条。坦桑尼亚的高等法院随后裁定，未满18岁查某囡仔结婚违反宪法，要求政府1年来修法。啊，毋过坦桑尼亚政府一直无作为。一直到最近，官员才开始考虑修改婚姻法，啊，毋过拄到真强烈的阻力。
We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Sometimes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hink Rebecca is working for foreign countries to destroy our norms. But we have to stand for our nation and fight against the local ideology, because we love our community and our nation.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坦桑尼亚每10个查某囡仔都有3个童年时期就结婚，部分地区童婚率甚至比50%较悬。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芭蕾舞是一款真古典优雅的艺术表演，不过，伫咧英国，即阵竟然是有舞团爱上用重金属摇滚音乐甲芭蕾舞合作伙，是在全世界头一出重金属摇滚的芭蕾舞剧，咱赶紧来看。这是大家印象中的芭蕾舞。这是英国的重金属摇滚乐团 Black Sabbath 伫1970年代的歌曲，甲这两项物件结合做伙，就会变成安尼。英国第2大城 Birmingham 的皇家芭蕾舞团最近推出的新作品，就是全世界第一出将芭蕾舞甲重金属摇滚乐结合做伙的芭蕾舞剧。想出这个创新想法的人是 Birmingham 皇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来自古巴的芭蕾舞名称阿古斯塔。伊讲，伊一直想要把 Birmingham 这个城市上介有特色的物件加入去芭蕾舞当中，所以伊就想到伫 Birmingham 成立，要互全球真侪媒体选做是上优秀的摇滚乐团 Black Sabbath 黑色安息日乐团。It's a completely polarized world for the world of ballet. And that excites me, to try to go into places that people haven't been before. 伫1968年成立 Black Sabbath 乐团，今年已经75岁的吉他手东尼艾欧米专工来看芭蕾舞团练习。伊讲，伊拄开始听到要用因的音乐来跳芭蕾舞的时，真正是唔敢相信。I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idea. I thought, God, how are they going to do that? Really? 原本真优雅的芭蕾舞，即马要配合重金属摇滚乐，用遮尔紧的速度，佮遮尔强烈的动作来跳，真侪舞者会袂惯势，但是嘛同时感觉真趣味。这出芭蕾舞剧按算要伫9月演出，因为 Black Sabbath 乐团伫2017年就停止表演啦，所以当年艾欧米讲，伊的面册顶头有真侪歌袂落话，讲伊已经等袂赴要看这出遮尔特别的芭蕾舞剧啊。记者甘连恩编译。来看一项新医疗科技，英国伦敦的帝国学院是利用 DNA 技术帮助空髓收缩复原，就亲像一款稳型的药膏。这对空髓真歹复原的糖尿病患者来讲，是一项真重要的发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生物学家 Magdalene 当地用这患者暂管的皮肤组织进行上新的伤口收缩试验。伦敦帝国学院团队新开发一种叫做坎曼达娃娃负载转生分子。透过单一的 DNA 基因制作，会当激动体内修复系统，促进伤口复原。英格兰地区每年都有6万人受到糖尿病引起的脚部溃疡的痛苦，真侪患者到尾也就要截肢，其中有半数的患者5年内就会过身。这项新的技术对着因来讲，确实是真大的好消息。We put the sponge into the wound. And we incubate it for 6 days, and then we compare to see if the sponges with our technology has more skin growth into the sponge as compared to the ones without. 经过6天的培养，一般细部处理的伤口差不多拢无生出新皮肤。不过经过坎曼达娃娃负载分子所处理过的细部，亲像抹一个无形的药膏，会当快速锁定空髓伫复原的时所需要的蛋白质。黄色的部分就是发出来新皮肤。人体受伤了，细胞会亲像蜘蛛，踮咧蜘蛛网顶头刷叮当，吸到伤口里面胶原蛋白支架。这款会接触会牵动支架，叫醒内底的蛋白质，进一步互受伤的组织收缩。那坎曼达娃娃负载分子，就是用来重现这种自然的复原方法。For current technologies, usually the way they deliver the proteins is either through a spray or a gel. So it doesn't really integrate into the wound, it degrades very quickly. But this one, so it can take on the shape of the wound if you like. 这项上新的空髓复原技术，嘛利用到纳米科技，所以嘛当用伫无同的器官顶头，而且嘛当更加精准锁定伫空髓复原。未来有侪应用的所在。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现代社会失智症愈来愈普遍，一寡家族有失智症基因的人，甚至是40、50岁就发病啊。
不过某人真有福气，规世人拢无夹起来。所以讲，即阵是有学者正咧研究无发病案例，望讲会当找出原因来预防，甚至是治疗失智症。道格惠特尼已经73岁啊，不过目睭正金，耳仔正大，记忆也正好。无想到讲，伊是来自一个有阿兹海默症基因的家族。伊9个阿姑甲阿姨，搁加伊的妈妈，一到40岁就出现失智症，到50几岁就拢过身。My grandparents had 14 children. 10 of those 14 ended up contracting Alzheimer's disease, early onset Alzheimer's. It's devastating. You essentially hav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at develops these mutations, and people typically start to develop symptoms at the prime of their life. 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的一种，大部分拢发生伫咧65岁以上的老大人。不过有病人伫咧中年的时阵就发病，主要原因是基因突变。有这种早发生失智基因的人口占无到1%，因生的囡仔要一半的遗传几率。惠特尼的大兄48岁就发病，已经过身。伊的表兄弟甲后一代也大部分拢伫咧50几岁就被诊断做失智症。惠特尼50岁时阵就发现伊有阿兹海默的基因，不过到即马拢有捌出现过失智症的症状。专家认为伊的基因可能佫发生另外一种突变，互伊袂得到阿兹海默症。看到老爸享受到健康的老人生活，惠特尼的后生布莱恩真欢喜也真担心。伊已经50岁啊，也同款有失智基因，虽然到即马也无发病。不过想到伊也未成年的囡仔的未来，定然拢困袂去。伊甲伊的老爸最近拢参加华盛顿大学的失智研究，希望团队赶紧找到突破性的发展，互大家袂受失智症的折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香港地方小，人口多，当地咧起大楼翻旧厝的时阵，会用竹编的烟架，算是香港的特色。老师傅就希望把这种传统竹编烟架工艺列入香港的文化遗产，互因会当继续传承落去。一卡垫伫厝架顶缘，另外一卡拄伫厝架，建筑工人拍伫3、4层楼悬的厝架，固定竹仔做的厝架填布条，有时喊来喊去，互人看甲心惊惊。这是香港入去整修大楼时阵，会用传统的竹仔厝架，也是全球之纯真罕见用竹仔厝架都市之一。棚架咧，其實喺香港好適合一啲狹窄嘅位置，同埋一啲高樓大廈，唔同分野好大嘅位置。棚架任何地方我哋都可以搭建。竹厝架的歷史已經追溯到幾世紀以前，迄時陣中國甲亞洲其他國家攏真流行用竹仔起厝架。不過時代演變，加上建築樓層愈起愈懸，真濟國家甲都市已經慢慢放棄用竹仔，改用鋼鐵或者是阿魯米這原料。不過喺香港地嘅人濟，甲生活物價增懸的影響之下，竹仔方便運輸，成本只需要減少無到1/10，企業效率真緊的特色，攏互這種厝架材料真受香港建商的歡迎。不過要起這種傳統的厝架也要有功夫，要透過系統學習，才能學到技巧。砸滅嗰度咯，就嗰啲唔順手咯，一開頭會，同埋你啲竹咧可能會攞唔緊啊，會跌竹嗰啲咯。我哋一隻腳係穩固住勾住喺個棚度，另一隻腳係支撐住揾個平衡點。即係所以我隻右腳咧要揾到我撐到個人平衡嗰一點咯。譬如如果我隻右腳擺咗喺後邊咧，咁個人咪會跌咯。這項傳統嘅手藝也是真趣味，而且有挑戰性嘅工藝。在香港這種環境特殊嘅都市當中，永遠未消失。也希望用成做香港嘅文化遺產來保護傳承。公司新聞陳志東編輯。感謝您收看今日嘅新聞，世界通關是蘇比，咱明仔載再會。